成個香港而家所有人都睇錯晒，全城銀行瘋狂推高息，港元定存，人人搶住開戶存錢，以為係銀行派福利，穩賺不賠嘅零風險商機。但我實話同你講，呢個超高息紅利根本唔係福利，係香港金融體系爆危機嘅死亡預警。90%香港人正在踩入一個足以蝕晒積蓄、拖垮樓市資產嘅超級財富陷阱。今日逐條底層邏輯拆穿，絕對可以救你一筆大錢。最近行勻香港大街小巷，無論係中環、銅鑼灣呢啲核心金融商圈嘅銀行總行，定係遍佈各區居民區、街邊巷仔嘅普通分行，甚至我哋日日都會用嘅各大香港銀行手機 App， 打開彈窗首頁推送廣告橫幅，內容幾乎一模一樣，清一色都係港元定期存款嘅優惠宣傳。半年期、1年期嘅港元定存利率不斷突破大家以往嘅認知，年化利率輕易衝高。好多銀行針對新入袋嘅增量資金，仲專門推出額外加息補貼息口水平，創下近年新高。呢種市場行情令無數香港市民心頭大熱。近排各大銀行網點日日都逼滿人，開戶做定存嘅人絡繹不絕，身邊嘅親戚朋友、街坊鄰里個個跟一風入場。喺絕大部分普通人眼中，銀行開出超高息攬存，就等於官方兜底嘅穩賺福利，零風險高回報，係天上跌落嚟嘅好事，幾乎冇人會質疑呢份天降紅利背後有問題。但作為長期深耕香港金融市場、持續追蹤本地銀行體系同樓市利率走勢嘅創作者，我實地走訪，調研咗全港多間主流銀行嘅最新政策，結合金管局公開嘅權威監管數據、華爾街投行嘅前瞻分析，以及香港金融市場10幾年嘅運行規律，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講，呢場全民追捧嘅港元高息定存熱潮絕對唔係惠及大眾嘅市場福利，反而係香港金融體系流動性持續枯竭、資金大規模外流、行業風險逼近警戒線嘅強烈危機信號。好多人只睇到眼前超高嘅定存收益，完全睇唔透背後潛藏嘅深層危機。呢場看似全民套利嘅行情，本質係香港銀行業10年一遇嘅行業大洗牌，直接牽動每一個香港人手上嘅銀行存款、樓宇按揭、投資產品，甚至係個人全盤資產配置。今日呢條片我拋開網上碎片化嘅片面解讀，零營銷純乾貨，由銀行底層盈利邏輯、市場流動性現狀、內外宏觀格局、未來核心風險節點4個維度層層拆解，徹底講透香港銀行不惜重本加息攬存嘅真正原因，幫大家撕開市場假象，避開致命嘅財富虧損陷阱。想要睇懂呢場世紀金融變局，首先要糾正一個90%香港人都會中招嘅認知誤區，亦都係解讀銀行所有操作嘅核心底層邏輯。商業銀行從來都唔係慈善機構，任何高息攬存、利率補貼、存款優惠贈車，本質都唔係讓利俾市民，全部都係基於自身生存同盈利嘅商業操作，絕對唔會做虧本生意。好多人天真以為銀行主動俾高息給大眾存款，係免費送收益派福利，但真實嘅金融邏輯完全相反。儲戶存入銀行嘅每一分錢，對銀行嚟講都唔係資產，係實打實嘅剛性負債。只要資金存入銀行戶口，由到賬嘅一刻開始，銀行就要持續承擔利息成本，每日計提，每月結算到期，必須足額兌付。呢筆成本絕對唔會因為市場波動而消失。而銀行業最核心、最基礎、無一例外嘅盈利模式，就係賺取存貸款之間嘅息差，以較低成本吸納市場上嘅閒散資金，再以更高嘅利率將資金放貸俾企業、個人同機構，靠住中間嘅利率差額覆蓋營運成本、風險成本，最終賺取利潤。除此之外，銀行日常網點運營、人員薪資、系統維護、風險撥備，每一項都需要巨額開支，整體營運成本常年居高不下。我哋用最直白嘅市場邏輯舉例，如果一間銀行以3.4厘、3.6厘嘅年化成本吸納港元定存，咁佢對外放貸嘅利率最少要去到4、5厘甚至5厘以上，先可以覆蓋存款利息同基礎營運開支，賺取微薄淨利潤。如果市場信貸需求旺盛，資金可以快速流轉放貸，銀行嘅盈利模式就可以順暢運作。但如果市場無人借貸，貸款需求全面枯竭，銀行每吸一筆存款就等於多一筆負債，存得越耐虧得越多。呢個就係銀行業最恐懼嘅經營死局。好多市民唔知道，而家香港銀行業面對嘅困境同往年市場亂象高度吻合，亦都係今次全港銀行集體加息攬存嘅核心根源。
而家香港企業同市民嘅整體信貸意願貸款需求已經跌至近10年最低位，市場根本冇足夠嘅借貸體量去承接銀行吸納嘅海量港元存款。為咗等大家更直觀感受到呢種極致反差，我哋可以對比返10年前嘅香港金融市場。當年香港經濟同樓市雙向繁榮，街頭商鋪遍地開花，各行各業嘅中小企業不斷擴張門店，開拓新項目，加大市場投入。本土大型企業積極拓展業務版圖，落地產業投資。普通市民亦都踴躍入市，買樓投資鋪位置業，股市投資成為主流。或成個市場貸款需求極度旺盛，甚至出現供不應求嘅情況。喺咁熱鬧嘅市場環境之下，香港銀行根本唔需要主動加息搶存款，市場資金泛濫，存款充足，定存利率長期處於低位，銀行唔使付出高額成本，吸資淨係專注放貸業務，靠住龐大嘅交易規模、穩定嘅存貸息差就可以穩定盈利，經營壓力極少，成個行業都處於輕鬆賺錢嘅舒適區間。但近10年嚟，香港市場環境出現咗不可逆嘅根本性逆轉，各行各業全面進入收縮週期，野蠻擴張嘅時代徹底終結，中小企業停止盲目擴張，紛紛縮減開支，保守經營，觀望市場。本土大型企業優先降低負債，囤積現金流，暫停新增投資，規避市場不確定性風險。普通市民嘅財富觀念、投資心態亦都徹底改變，由以前嘅激進投資、主動入市，變成全面避險、收緊開支、謹慎理財。呢種全民收縮、全員避險嘅市場心態，催生咗一個極度詭異嘅金融僵局。香港各大銀行透過各種渠道吸納咗海量港元存款，手握巨額流動資金，卻揾唔到優質嘅放貸標的，資金無法正常流轉，產生唔到放貸收益，銀行核心盈利渠道近乎癱瘓，營收大幅縮水，行業整體利潤直接腰斬。睇到呢度，好多人一定會有同一個疑問：既然吸存款會持續虧錢，放貸又冇生意，點解全港銀行會統一行動，逆勢加息，不惜重金爭搶市民手上嘅閒散資金？答案殘酷又真實。而家香港銀行體系嘅流動性壓力已經觸及金管局劃定嘅監管警戒線，成個行業資金面極度緊張。今次嘅高息攬存操作根本唔係為咗擴張業務賺取息差，純粹係香港銀行業嘅自救行為，目的係提前囤積現金儲備，應對即將殺到嘅雙重金融風暴，規避系統性流動性危機。想要睇懂呢場危機，我哋要分清兩種完全唔同嘅金融風險，一種係顯性嘅突發性金融災難，另一種係隱性嘅長期金融失血。我哋耳熟能詳嘅97亞洲金融風暴08年，全球金融海嘯都屬於典型嘅突發性爆發式危機，股市樓市單日大幅暴跌，資產價格崩盤，市場恐慌蔓延，所有人都可以直觀感受到危機來臨，風險顯性集中，殺傷力極強。但而家嘅香港金融市場正經歷一場隱蔽性極強、持續10幾年嘅慢性資金流失危機。市場冇斷崖式暴跌，冇全民恐慌，冇極端崩盤新聞，唔會上熱搜，唔會引起大眾警覺。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嘅港元資金常態化外流，一點點抽乾香港金融體系嘅流動資金，慢慢鬆動香港金融嘅百年根基。呢種溫水煮青蛙式嘅風險，遠比突發危機更加可怕。因為佢極具迷惑性，普通人完全察覺唔到異常，卻持續蠶食成個市場嘅財富底盤。回顧過去數十年，香港之所以能夠坐穩全球核心金融樞紐嘅地位，成為連接內地同國際市場嘅關鍵橋梁，核心優勢就係充足嘅跨境資金流轉能力。過往幾十年，海量外資持續湧入香港，外資機構紛紛喺港開戶、佈局港股、投資本地產業、配置港元資產。巨額港元資金長期沉澱喺香港銀行體系之內，令本地銀行常年處於資金充足、成本低廉、流動性充裕嘅優質經營環境。充足嘅資金儲備不單止支撐香港銀行業穩定盈利，更帶動樓市、股市、實體經濟持續繁榮，形成良性循環嘅金融生態。但近年開始外資常態化撤離，港元資金持續外流，已經成為不可逆嘅長期趨勢。呢種資金流失並唔係單次大規模嘅集中出逃，而係每月常態化持續性嘅資金兌換離場，海量港元不斷兌換成美元流出香港。日積月累之下，香港原本充盈嘅港元資金池持續萎縮。表面睇落市場風平浪靜，交易正常，物價穩定，但金融體系內部嘅流動資金已經嚴重短缺，流動性缺口不斷擴大，
參考金管局最新公開嘅監管數據，足以印證呢個現狀。近年金管局多次觸發港元弱方兌換，保證頻繁入市干預市場，透過賣出美元買入港元嘅方式穩定匯率，守住市場底線。每一次入市維穩操作，都會直接消耗銀行體系嘅結餘資金，令本就緊張嘅市場流動性進一步收縮。隨之而嚟嘅係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持續走高，市場資金拆借成本不斷攀升，呢個係港元流動性持續收緊，資金面持續承壓嘅最權威、最直觀信號。而家嘅香港銀行體系早已冇咗早年資金充裕嘅優勢，整體抗風險能力變得極度脆弱。日常平穩行情之下，市場仲可以維持表面正常運作，但只要遇到大型企業集中調撥資金、資本市場大額資金出逃、銀行季度結算資金歸集等常規資金波動，成個體系就好容易出現短期資金周轉失靈，甚至誘發階段性流動性枯竭風險。為咗規避呢個致命嘅系統性風險，守住金管局硬性嘅流動性監管指標，避免遭遇監管處罰、業務受限、信用評級下調，全港銀行只可以統一採取激進嘅攬存策略。就算短期要付出高昂嘅利息成本，就算吸納嘅存款無法產生足夠嘅放貸收益，出現階段性息差虧損，各大銀行都必須不計成本，鎖住市民手上嘅閒置港元，提前囤積足量現金儲備，築牢資金安全墊，熬過即將到嚟嘅市場震盪週期。呢個統一嘅激進操作，徹底暴露咗香港銀行業嘅真實心態。行業內部對未來一兩年嘅經濟走勢、市場流動性環境極度悲觀。比起追求盈利增長，所有金融機構嘅第一優先級已經變成避險、求生保住本金、守住合規底線。大家一定要記實呢個核心邏輯：銀行集體高息攬存，從來唔係市場向好嘅信號，係風險逼近、危機暗湧嘅提前預警。喺所有即將到嚟嘅市場風險入面，有一個被90%香港市民忽略嘅關鍵節點，亦都係今年港元流動性、樓市利率走勢嘅核心分水嶺，就係9月嘅雙重金融考核窗口。喺普通人眼中，9月只係普通開學季季度交替嘅平凡月份，但喺金融市場定價邏輯入面，每年9月都係波動最大、風險最高、變數最多嘅關鍵轉折點。疊加今年獨特嘅宏觀環境，雙重風險疊加之下，成個香港金融市場將會迎來新一輪大洗牌。第一層風險嚟自香港銀行業固定嘅季度監管結算考核。熟悉香港金融監管規則嘅朋友都知道，每年3月、6月、9月、12月係香港銀行法定嘅季度結算窗口期。全港所有持牌銀行必須向金管局、股東同市場提交完整嘅資產負債表，嚴格報審流動性覆蓋率、資本充足率、淨穩定資金率、不良貸款率等核心監管指標。呢啲指標直接掛鈎銀行嘅合規資質、業務權限信用評級。只要有一項唔達標，銀行就會面臨監管於壇、城鎮處罰、業務受限、評級下調等嚴重後果。對於中小銀行而言，極端情況甚至會引發併購重組退出市場。翻看金管局過往數年嘅統計數據，前幾年香港主流銀行嘅平均流動性覆蓋率長期維持喺160以上，遠超國際監管劃定嘅評分最低紅線。資金儲備充足，安全邊際極高，完全唔使為季度考核發愁。而呢份充足嘅安全底氣，完全依靠當年充盈嘅港元資金池。早年港元流動性泛濫，銀行之間同業拆借變借，資金調撥成本極低。就算季度結算前出現小幅資金波動，銀行都可以透過同業市場快速補足，資金輕鬆通過監管考核，根本唔需要靠高息吸納市民存款維穩指標。但今年市場環境徹底反轉，全港銀行進入全員自保、抱團息貸嘅狀態，同業拆借市場全面收緊，冇任何一間機構願意對外拆出大額港元資金。所有銀行都鎖緊自身現金流，優先保障自己嘅結算考核同流動性安全。呢個亦都係8月初開始，全港大小銀行同步上調港元定存利率，部分新資金息口創下近年新高嘅核心原因。各大銀行提前1-2個月搶籌市場閒散資金，目的就係做大存款規模，美化資產負債表，補足流動性缺口，為9月季度監管結算鋪路，避免指標失守觸發監管危機。如果話季度結算考核係每年都會上演嘅常規風險，咁今年9月嘅美聯儲利率決議就係本年度最大嘅不確定性變數，亦都係香港市民最容易踩坑、
最容易產生認知偏差嘅盲點。而家市場充斥住一種普遍嘅樂觀心態，絕大部分人都認為美聯儲開啟降息週期之後，香港會同步跟隨降息，港元資金流動性會重新寬鬆，樓市股市會回暖，市民嘅按揭月供壓力、投資虧損壓力都會得到緩解。但我必須嚴肅糾正呢個大眾誤區。呢個看似合理嘅預判存在致命邏輯漏洞，完全忽略咗上年累積嘅港美息差結構性困境。上一輪美聯儲加息週期入面，美國基準利率累計上調超過500個基點，加息力度同持續時長都係近10年之最。但香港最優惠利率僅僅上調不足80個基點，加息力度嚴重滯後，幅度嚴重不足。呢種不對稱嘅利率調整，直接製造出巨大嘅無風險套利空間，成為港元資金持續外流嘅核心推手。大量國際機構市場大戶利用低息港元融資，兌換成高息美元資產，穩穩賺取跨境息差利潤，日復一日抽走香港本地港元存量，令本就緊張嘅資金池雪上加霜。參考今年7、8月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等多家華爾街頭部投行嘅最新前瞻報告，市場對9月美聯儲利率決議嘅預期已經出現嚴重分歧，不再係清一色嘅降息樂觀預期。部分機構預判美聯儲只會小幅降息2日至50個基點，亦有不少機構直接預判9月會維持利率不變。就算按照最樂觀嘅市場預期，美聯儲小幅降息都完全填補唔到長期存在嘅高額港美息差，只可以輕微縮小套利空間，絕對無法終結跨境套利交易。好多人天真以為美聯儲一降息，數千億外流嘅美元資金就會回流香港，重返港元市場。但真實市場邏輯截然相反。對於跨國資本嚟講，2費5至50個基點嘅利率調整，完全不足以抵消地緣風險、匯率風險、市場流動性風險，根本改變唔到資金持續流出嘅大趨勢。香港各大銀行研究部門早已精準預判呢個結局，所以先會不計成本，提前搶存囤積現金，對沖9月利率決議落地後可能出現嘅新一輪流動性危機。更加值得警惕嘅係，一旦市場普遍嘅降息樂觀預期落空，美聯儲維持利率不變，或者降息幅度不及預期，反而會觸發新一輪大規模資金避險外流，港元流動性會進一步收緊，利率中樞持續走高，亦即話無數市民期待嘅利率下調壓力緩解，市場回暖，好大機會全面落空。大家期盼嘅市場拐點，短期之內絕對唔會出現。喺呢場持續嘅金融變局入面，受衝擊最直接、損失最慘重嘅係全港數百萬住宅按揭業主。呢個亦都係我今日重點提醒所有香港購房者、供樓人士嘅核心風險。香港絕大部分私人住宅按揭貸款都掛鈎銀行最優惠利率，亦即市場俗稱嘅 P 利率。按揭月供高低完全跟隨港元市場利率體系波動，根本冇獨立降息嘅空間。香港金融市場有一條萬年不變嘅底層鐵律，係普通人極少知曉嘅行業秘密。港元同業拆借利率、按揭基準利率永遠唔可以低於同期港元定存利率。一旦按揭利率低於定存利率，就會形成無風險套利漏洞。大量市民會提前取出定期存款，甚至拆解資金進入按揭市場套利，徹底打亂港元資金存貸循環體系，引發市場資金紊亂。呢條鐵律直接鎖死咗香港按揭利率嘅下調空間。只要而家銀行高息攬存嘅政策持續，港元資金短缺嘅問題無法根本性緩解，香港按揭利率就會長期維持高位，絕對冇下調可能。而家無數按揭業主都係咬牙硬撐，頂住高額月供壓力，樂觀等待年底或者來年降息減壓，但現實遠比大家想象嘅嚴峻。銀行攬存嘅資金成本已經徹底抬高，並且長期固化。不單止按揭利率冇降息，希望後續各大銀行為咗覆蓋持續走高嘅資金成本，收復虧損嘅息差業務，好大機會進一步上調最優惠利率，抬高按揭封頂利率，加重普通業主嘅供樓負擔。而家香港樓市已經陷入極致嘅負現金流困境，利率倒掛嘅格局徹底扭轉咗樓市嘅投資價值。我哋可以對比樓市黃金年代同而家嘅核心數據差距，清晰睇穿當下嘅樓市死局。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嘅10年係香港樓市黃金紅利期，當時香港按揭利率長期處於歷史低位，住宅租金回報率遠遠高過貸款利息，購房者除咗自住，仲可以靠穩定租金覆蓋月供賺取淨利潤，
樓市投資價值極高，全民買房置業投資成為熱潮，市場供需兩旺持續繁榮。但而家香港樓市徹底反轉，進入深度調整寒冬。目前香港私人住宅平均租金回報率只係得3厘左右，而主流按揭實際利率已經全面超越租金回報率，形成典型嘅利率倒掛，現金流為負格局。對於投資者而言，持有房產不但冇收益，反而每個月有自掏腰包補貼利息，承擔持有成本，投資價值徹底歸零。對於剛需買家嚟講，高額按揭利息、長期高位利率令普通家庭難以承受沉重負債，入市接盤嘅意願同能力大幅下滑。有人會用上半年香港樓市成交數據提出質疑，話6月樓宇買賣登記量同比上升，係咪樓市已經回暖？呢度我必須糾正大家片面嘅認知，上半年嘅成交量回暖，純粹係結構性虛假繁榮，完全唔具備整體回暖嘅參考價值。支撐成交數據嘅只係外來人才購房需求同少量高端豪宅成交，佔據市場主流嘅普通二手住宅成交量持續低迷，近乎停滯。剛需市場完全冇復甦跡象。與此同時，各大開發商為咗快速回籠資金，降低自身債務，緩解經營壓力，持續推出新盤大減價、高額優惠、首付減免、贈送車位等促銷手段，用低價新盤衝擊整個樓市，平價新盤持續入市，直接分流咗本就稀缺嘅購房客源，令二手業主陷入進退兩難嘅絕境。一邊係低價新盤搶走所有買家，二手單位長期無人問津掛牌滯銷；另一邊係每月固定嘅高額按揭月供，持有房產等於持續虧損，資產不斷縮水。喺雙重壓力擠壓之下，未來香港樓市好大機會出現業主集中拋售房源批量易主嘅情況，樓市調整週期會持續拉長。大家期待嘅觸底反彈、全面回暖，短期之內絕對冇可能實現。香港樓市嘅寒冬仲會持續好耐。睇到呢度，好多人都會疑惑，高息壓樓市，資金持續外流，銀行業慘淡，呢啲都係表面現象。到底咩先係導致香港金融長期走弱、行業前景暗淡嘅深層結構性根源？網上絕大部分財經博主只會講表面行情，從來唔會拆解底層邏輯。結合金管局、央行最新政策文件同年度金融數據，我可以明確話俾大家知，香港所有金融困境嘅核心根源係港元核心使用價值持續下滑，港元跨境結算、企業借貸存弱、資金流通嘅整體規模逐年收縮。呢場長期結構性轉型將會直接決定香港未來10至20年嘅金融體系同經濟走向。回顧香港金融鼎盛時期，香港係內地企業海外上市、跨境融資、國際募資嘅核心中轉樞紐，亦都係外資進入內地市場嘅必經通道。憑借貨幣自由兌換、港元掛鈎、美元零外匯管制嘅天然優勢，港元成為亞洲核心跨境結算貨幣。跨境貿易結算、企業海外融資、外資跨境投資全部經香港處理，輸層需求極度旺盛，帶動香港銀行盛大自算、投行理財等全鏈條業務持續擴張，盈利穩定豐厚。但隨着地緣經濟環境轉變，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大灣區金融一體化深度落地，香港傳統港元融資嘅獨家優勢徹底消失，三重核心資金來源同步收縮，形成不可逆嘅巨型資金缺口，持續抽乾香港金融流動性。呢三重缺口分別係跨國企業亞太總部撤離、內地企業全面放棄港元跨境融資、本地港元消費資金持續流向大灣區，三大資金支柱同時弱化，徹底壓縮咗香港銀行業嘅生存空間。首先係內地企業融資模式嘅根本性變革，直接切斷咗香港銀行最優質嘅盈利來源。早年內地大型企業海外擴張、跨境投融資，首選一定係香港港元貸款或者美元貸款。核心原因係海外融資成本遠低於內地人民幣貸款，性價比極高，為香港銀行帶嚟海量大額優質信貸業務。呢類企業資質優良，風險極低，借貸規模龐大，係香港銀行最核心、最穩定、最優質嘅大客戶，亦都係銀行息差收入嘅主要來源。但近年內地持續推行穩健寬鬆貨幣政策，市場人民幣流動性充裕，本土企業人民幣貸款成本持續走低。而家內地企業本土融資成本已經遠遠低於香港高息港元貸款，港元融資嘅性價比優勢徹底歸零。因此，大量內地企業主動清償海外港元債務，全面切換為本土人民幣融資，徹底退出香港港元信貸市場。喺政策層面，央行亦都持續暢通債券通，
跨境理財通等人民幣流通渠道，全力支持內地企業本土發展。從政策端持續削弱市場對港元融資嘅需求，核心大客戶批量流失，令香港銀行業失去咗最穩定嘅盈利基石，冇咗大型企業嘅優質信貸業務。香港銀行只可以將放貸目標轉向本土中小企業同普通市民。但而家香港本土經濟低迷，消費收縮，民生上環境惡劣，中小企業生存艱難，根本承接唔到銀行海量信貸資金，亦都無法為銀行提供穩定放貸收益，銀行業盈利困境進一步惡化。其次係本地消費資金持續外流，徹底斬斷咗香港運行幾十年嘅內部資金閉環。過去數十年，香港市民所有消費購物、休閒娛樂都集中喺本土市場。資金喺餐飲、零售服務、地產等行業內部循環，商戶盈利後將資金存入銀行，銀行再放貸投資，形成完整嘅資金閉環，持續為本土金融體系輸血。但而家週末、公眾假期跨區消費已經成為常態大量，市民攜帶港元到大灣區消費置業、購物遊雲，將港元兌換成人民幣流循內地。呢部分資金徹底唔會回流香港本地銀行體系，持續嘅消費資金外流，令香港本土零售業、服務業持續蕭條，街邊商鋪營收大幅下滑，大量商戶虧損縮店、縮減經營、停止投資，本土市場貸款需求進一步萎縮，形成資金外流、好消費低迷、信貸收縮、經濟疲軟、資金進一步外流嘅惡性循環。三重資金缺口疊加之下，香港經濟正式進入經濟學定義嘅資產負債表衰退週期。簡單嚟講就係市場所有主體全面停止擴張，放棄投機，放棄高收益企業，唔再投資擴產，市民唔再炒股置業，所有人嘅核心目標統一變成降負債、存現金、保本金、避風險。全社會投資動力、消費動力持續消退，市場冇增量資金入場，剩餘資金全部係保守避險資金，只求保值不求增值。成個市場失去向上動力，只可以持續分化、弱勢震盪。但大家要清晰明白，香港金融嘅變化唔係全盤崩塌，而係結構性轉型。喺港元業務持續收縮嘅同時，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迎來爆發式增長，呢個亦都係香港未來10年嘅核心發展定位。根據金管局公開數據，香港人民幣業務資金規模持續上調，離岸人民幣貸款規模突破萬億級別，創下歷史新高。港交所亦都持續優化人民幣債券、人民幣期貨、跨境人民幣理財等產品體系，離岸人民幣金融生態不斷完善，規模高速擴張。呢代表香港正由傳統港元主導嘅外資中轉樞紐，全面轉型為離岸人民幣核心金融中心。未來香港銀行業嘅核心盈利方向會徹底轉向人民幣理財、跨境人民幣結算、內地企業離岸人民幣融資等新興業務，而港元流動性長期收緊，港元利率持續高企，將會成為香港經濟新常態。過去資金充裕、利率低廉、樓市股市雙繁榮嘅港元紅利時代已經徹底終結，永遠唔會重來。綜合所有市場數據同底層邏輯，我哋可以總結出當下港元高息定存背後潛藏嘅3大核心金融風險，每一項都直接關係到普通人嘅資產安全同財富走向，絕對唔可以忽視。第一，香港正經歷長期隱蔽嘅慢性經濟衰退，冇斷崖式崩盤嘅極端行情，但遲嘅營收、本土消費、市場活力會逐年收縮，經濟下行壓力長期存在。第二，今年9月美聯儲利率決議落地之後，好大機會觸發新一輪資金波動同港元匯率震盪，銀行流動性進一步收緊，市場資金緊張格局持續加劇。第三，香港按揭高息時代正式常態化，數百萬業主嘅供樓壓力難以緩解，樓市調整週期持續拉長，短期絕對唔會出現整體回暖。面對呢場數十年一遇嘅金融格局巨變，絕大部分香港普通市民都感到迷茫，唔知點樣調整資產配置，規避風險，守住財富，避免資產縮水。結合當下真實市場環境同未來金融趨勢，我整理咗一套實用性極強、貼合普通市民嘅資產避險同理財方案，幫大家穿越週期，規避風險，穩健保值。首先，徹底顛覆固有理財思維，摒棄銀行高息零風險福利嘅錯誤認知。港元高息定存從來唔係穩賺理財紅利，係銀行流動性危機、金融體系承壓嘅風險警示信號。現階段配置資金，千祈唔好盲目重倉、長期定存，過度追逐超高息口，避免資金長期鎖死，失去靈活調度空間。
日常流動資金優先保留充足活期同短期定存，保障家庭應急開支剛性支出，同時做好資產分散配置，唔好將所有資金集中投放港元定存，規避單一資產、單一貨幣嘅集中風險。其次，堅決杜絕盲目加槓桿擴負債。對於已經持有房產、背負按揭貸款嘅業主，現階段要主動縮減非必要消費開支，優化個人同家庭現金流，儲備充足備用資金，應對未來可能出現嘅收入波動、利率上調風險，提前規避斷供資產發拍嘅致命危機。對於尚未入市嘅剛需購房者，千祈唔好被樓市局部小幅回暖嘅虛假行情迷惑，絕對唔好衝動接盤。當前市場冇增量資金支撐，冇強力政策托底，冇經濟基本面回暖，貿然買樓只會長期被套，同時承受資產貶值同高額利息嘅雙重虧損。對於港股、商鋪等權益類實物資產投資者，必須徹底調整投資心態。當前市場以避險資金為主，缺少主動做多嘅增量資金，好難迎來全面牛市。整體只係結構性分化，弱勢震盪。投資操作上要減少短線投機頻繁交易，優先配置現金流穩定、負債率低、抗風險能力強嘅優質核心資產，堅決避開重度依賴本土消費港元信貸嘅弱勢行業股份，規避持續虧損風險。持有外幣資產嘅朋友要持續緊盯港美息差波動同港元匯率雙向浮動風險，千祈唔好盲目跟風跨境套利。美聯儲降息節奏同幅度存在極大不確定性，一旦降息速度不及預期，美元資產收益快速下滑，匯率波動帶嚟嘅虧損會直接吞噬套利利潤，最終得不償失。資產配置層面可以適度佈局離岸人民幣、低風險理財、固收利產品，順應香港金融轉型大趨勢，對沖單一港元資產帶嚟嘅流動性隱患同貶值風險。大家一定要明白，而家嘅市場週期入面，投資理財嘅核心邏輯已經徹底改變，短期高回報率唔再係第一追求，風險承受能力同穩定現金流儲備先係穿越金融週期嘅核心底氣。保住本金，規避風險，穩健保值，係現階段所有普通人理財嘅第一準則。整體梳理落嚟，我哋由香港全民追捧嘅港元高息定存切入，層層拆解銀行高息攬存嘅底層邏輯，看穿呢個市場假象背後嘅流動性危機。透過金管局監管指標、美聯儲利率週期、銀行季度考核三大核心變量，預判咗9月即將到嚟嘅金融風險，再深入拆解港元邊緣化、企業融資轉型、本土資金外流三大結構性困境，睇清香港金融體系轉型嘅必然趨勢，最終為大家梳理出貼合當下市場嘅資產避險方案。市場上所有看似反常嘅金融現象，從來都唔會憑空出現。高息定存常態化，市場利率走高，樓市持續分化，港元資金收緊，全部都係香港金融體系結構性變革衍生嘅連鎖反應。做投資、做理財、做資產配置，永遠唔可以只睇表面行情，跟風市場熱度，只有看透底層邏輯，摸清市場大勢，提前預判風險，先可以避開潛藏嘅財富陷阱，守住自己辛苦打拼累積嘅個人資產同家庭財富。如果呢條全方位深層次嘅香港金融市場解釋幫到你，令你睇清咗當下嘅市場危局，避開咗潛在嘅財富風險，即刻點讚訂閱我嘅頻道，順手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睇法。我會持續深耕香港樓市、銀行利率、環球貨幣政策、跨境金融領域嘅深度內容，定期更新實用嘅資產配置技巧、週期避險知識、市場趨勢預判，帶你精準把握市場走向，規避金融風險，穩穩守護個人同家庭資產安全。記得開啟小鈴鐺，第一時間收看最新乾貨。我哋下期再見。